所有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，讲到波音公司新的飞行机737 MAX 系列，这个飞安事故是一直发生。2018年到19年，因为这个操控软体设计有问题，引起全球大规模停飞。进前也传出阿拉斯加航空的飞行机飞到一半，这飞行机的机门板摔落落去。联合航空也发现几多台同款的飞行机伫同一个部位螺丝拢连去，相关业者也决定讲要扩大检修和停飞。 根据路透社等外国媒体报道，阿拉斯加航空128航班在传出客舱的门落去的事故了后，虽然将机尾有平安降落，无人伤亡，不过机队内底65架737 MAX 9客机全部拢停飞，影响141个机组，占总数差不多20%。另外一间大客户联合航空79架共机型的客机嘛停飞，取消航班有甲226个机组，差不多占总数的8%。 另外，印尼民航单位嘛要求西主航空等等有737 MAX 系列的飞行机，都要暂时停飞。波音公司客机王牌之一的737系列，上新的 MAX 系列，为着让客户会当安排更较侪客舱的座位，改变客舱多层门的设计，这嘛真做可能的原因。两间业者伫事故了后的检查，发现客机的门、螺丝等等的零件有冷气的现象。 这敢是甲波音工厂组装流程的问题有关系，了爱详细调查。另外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指出，目前美国国内航线座舱通话记录器，每2点钟都会把进前的录音的内容洗掉，地主后续调查的困扰。FAA thankfully has taken some recent action to issue a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to extend CVR time from 2 hours to 25 hours, but only on newly manufactured aircraft. So it would not affect this aircraft. 1月初2，在日本羽田机场降落当中的日本航空班机，记录到海上保安厅的飞行机捣毁的事件。主管的国土交通省提到公布紧急安全对策，要求各机场航管单位对准备起飞飞行机发指令的时阵，唔通包括 No. 1、No. 2这类有纯属意思的用词，避免机师误解，发生提早紧急跑道的情形。公司新闻，齐家人编译。